根据统计，这去年出世的囡仔呢，可能是无到11万，这个人数呢是比前3档还阁较减2万外人。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，安尼恐惊是会影响到教育品质，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要修法降低班级人数。台湾逐年出世的囡仔愈来愈少，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2025年前11个月才9万多人，民团有告几年恐惊无到11万人。因也指出，教育部法定的班级人数普遍伤悬，佮以都市学生多做理由唔降低，唔能师生变悬，爱顾的学生多。虽然地方政府伫咧部分阶段学制有权利调降，不过地方嘛拢对中央的卡步，民团呼吁教育部赶紧修法。到现在，一般还是法定30个人。那已经接近要迎来这个半世纪哦，半世纪的班级人数都没有调降，那既然会讲说要等人口比例下降啊，因为他说都会区降不下来，那我们必须说，如果都会区都降下来，台湾是不是就准备要人口灭亡了哈？民团呼吁教育部应当走向政治教育，高小的班级人数爱对29人降到24人，国中30人爱降到25人。公私立高中目前分别是34和44人嘛，应当爱调降改善教育品质。另外，民团嘛指出，根据因的观察，这几年伫咧普及共用的政策下底，愈来愈侪集中式特教班的学生身心障碍的状况愈来愈严重，像主管班和集中式特教班等等的师生比嘛，也是上悬。的正班全班是1:8，可是很遗憾是说，其实即使到113年，我们的人员基本办法重新修订之后，真正有1:8也只有国中阶段，其他的阶段分别是15、10人，是完全没有去考量到现在我们普特共融的一个深化，以及孩子所谓的特教需求越来越多的状况下，那么在师生比上面应该要做一个适当的调降。民团呼吁教育部除了修法，事实上，若准无通减少班级人数，嘛通增加老师、增加编制来降低老师的上课时数，也有真侪配套通处理。莫阁继续等到招生化愈来愈严重，再来推动政治教育。记者刘长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